礼拜在1分钟之后开始。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借我你的双手。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神。接下来第2首呢，除了拍手之外，你可以晃动你的身体，跟着节奏。然后等下第2遍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可以用弹指的方式。OK， 我们来专心仰望耶稣。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一合一的心。从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你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二次喽。如果你会弹指，你可以一起弹指，然后等一下到副歌的时候，可以跟你旁边的朋友把手牵起来，因为是一起奔跑天路。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千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你合一的心，并承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你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你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你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以喜乐的心，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最后以喜乐的心，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哈利路亚！你可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敬拜神。好，第三首我们一起用敬畏的心开始。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举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你的圣洁，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举膝谦卑。
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何等的荣美，何等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的主是何等圣洁的主。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放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欲望，我们放下那些其他多数人追求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更新自己的心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专心的仰望，专心的依靠上帝。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多有成就，不是因为我们多有能力，我们多厉害，我们得救单单是因为神的爱。当我们在唱歌敬拜，我们在赞美感谢天父、感谢耶稣的时候，你的心真的有把上帝放在至高者的位置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看重的是属乎神的吗？你的信心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还是你是完全全然的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呢？我们一起再来唱。何等的圣洁，是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有嘴巴上面敬拜你而已，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我们要全然的降服于你。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和爱心，去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挫折和困难。也求你使我们坚定向你，不被世界上的诱惑和错误的观念捆绑。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借着圣灵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主，你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尊贵和荣美。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你的心意出发，活出你的样式，跟随你的道路。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永不缺乏，永不干渴。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这时来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Holy， 你是何等的荣光，何等的尊贵，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亲爱的父神，你的爱何等的大，你聚集我们从各处不同的地方来到圣殿聚集来敬拜你，主，我们心充满跳跃。亲爱的父神，你向我们显现你圣灵的恩典，时刻保护、引导跟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的上帝，从现在直到永远。恳求天父怜悯我们，用你的慈爱擦去我们的罪过。你是祝福的源头，也是生命的掌权者。谢谢你将圣灵降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的污秽。也谢谢你为我们展现圣灵无限的恩典，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心中充满喜悦。主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在会中将举行圣礼典。我们很高兴，在今天一堂礼拜的时候，你让小儿凯阳在他父母伯彦、心如的带领下，到主的跟前受洗，也让他们明白，也让我们明白，主，你要小孩到你跟前来，因为你是喜悦他们的。亲爱的父神，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你，因为用你的爱包围着尾勺，让他愿意站在你面前。他在人生当中努力的追求，感受着上帝的拯救跟你的爱。谢谢主，让他愿意接受洗礼，成为你的儿子。我们在此献上感谢。今天是圣日，我们用感谢进入你的门，用赞美进入你的院。愿上帝赐下赞美的灵，使我们兄弟姐妹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聆听你的教训，让我们能遵行你的话来行，让我们得主的恩赐跟保守。求主你的赐福在聚会当中赐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领受从神你而来的恩典。我们将敬拜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从头到尾的带领。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来报告，有周报的我们一起看，没有的我们注意来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礼拜中呢，在一堂有吴凯阳小朋友，受洗，接纳为本堂未陪餐的会员。我们也恭喜赖伟韶弟兄在华语礼拜当中要接受受洗。
我们将接纳他为本堂的陪参会员。感谢耶稣基督牺牲完全的爱，让我们得以与主同坐席，享受在地如在天的宴席。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一节牧师到泰山的明志教会支援讲台。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5月22跟25，牧师不在，他们回金门。那星期三的祷告会，我们就暂停一次。那下个礼拜呢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让我们准备心来纪念玉山神学院的所有事工。那另外一个，请我们注意，也请我们礼拜结束之后呢，到楼下去签名。下礼拜为1堂礼拜，只有1堂礼拜，所以我们9点半前就要抵达教会。那一天爱餐完后，我们有举办全教会的趣味竞赛，地点在建成国中的篮球场。那为什么需要各位报名呢？因为我们要安排队伍比赛。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常常呢，我在一楼在吃饭的时候，会听到长辈说：“哎呀，这个年轻人进来都没跟我们打招呼，都没跟我们打招呼。”那我就会问他们：“你认识他吗？”不认识。那我说他们不认识你，不是不想跟你打招呼，不知道怎么称呼你。那我想我们没打招呼，也不是我们不礼貌，是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他们。那教育部举办这个趣味竞赛，就是有机会让我们彼此做认识，即使是不认识，不知道他的名，我们也知道，他是某某某，我们称他为阿嬷，或是欧巴桑，不好。好，姐姐什么都可以，就是有个称呼。虽然因为人很多，我们不认识，我想我们年轻人嘛，我们先打招呼，不要等他们来打招呼。我每次都期待，我都在看这个进来有没有问候，真的没有所以1堂礼拜人就1堂熟，2堂礼拜人2堂熟。我觉得不对，我们应该都彼此熟悉，所以我们珍惜下礼拜的时间。今天到楼下去的时候，吃饭之前或吃饭中或吃饭后，我们就去报名趣味竞赛，也让办活动的人好编组。好，这一点拜托大家。好，下礼拜呢，世界展望会会来教会，他们会派员来揭晓。我们上一次有做认养，是他们选我们，我们来看看谁选了我们。我们期待。那另外有奉献部分，我们自己看，如果有错误的，我们跟会计或是跟依英姐说一声。好，我来读圣经。我们牧师今天的讲道题目的经节记在彼得前书第1章。我们要从第13节看到21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我来念，然后请大家注意来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是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圣经读到这里，今天牧师为我们讲的题目是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人脉资源，感谢简大哥，他已经上去帮我调音了，谢谢。好，就是如果你常常在换工作，你就没办法在同一个领域累积相关的人脉资源经验。常常滚动的石头呢，也绝对不会长青苔。好像我们去溪边烤肉啊，看到那种有石头上面有覆盖青苔的，要怎么样？要绕过去嘛，或跨过去，不会踩到那个上面去嘛。那就是踩上去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就滑倒这样子。但是对于相对于过去的人说滚石不生苔的这样子的一种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有不同的想法。好，现在年轻人非常时尚的是斜杠人生啊，好，要斜杠，追求多元多领域的生活，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怎么样更多彩多姿。虽然滚动的石头虽然长不出青苔，但是却能看到更多不同的风貌。身为一位基督徒，要该如何诠释滚石不生苔这件事情呢？其实青苔并不是不好的，青苔对于养殖，就是一些植物啊，或者整个生态环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只是它如果是长在石头上呢，对我们人来讲就是会比较危险这样子。好，那我们身为基督徒该如何诠释这个滚石不生苔？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看当时的基督徒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信仰实践。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这封书信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的处境相当的艰难。基督教是不被国家承认、不被国家认同的，也不被社会认同。基督徒被视为反社会分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是当时基督徒他们所在的那样子的环境。最近这几天不是国会非常的热闹，对不对？好，立法院非常的冲突冲撞。好，如果有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挪回到初代教会那个时候的处境呢，他们就会说，一般的人就会说，你看一看，就是一定是基督徒在那边带头作乱的，反正什么坏事他们都可以归在基督徒的身上。好，这就是基督徒当时的要能抬头挺胸的活着，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没有人想要活得这么辛苦啊！因为平常的工作生活就已经有很多的不容易，充满压力，干嘛还要在自己身上吃这种身份认同的闷亏呢？因此，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渐渐的想要放弃这个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待久了，就好像一块石头，它躺在那边躺久了就会长青苔。青苔覆盖在整个在基督徒的身上，没事不要乱滚嘛，对不对？就当个躺平族躺在那里有什么不好？当个躺平族很好啊，很舒服啊，何必自讨苦吃？何必要当个处处惹人嫌又不合群的基督徒呢？因此，彼得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他说了，今天的经文13节到16节，彼得说：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心啊，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你们好不容易，上帝好不容易把你们从那个世界拉出来，来到了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一个身份，你们何必又要再滚回去呢？好，就像猪洗干净了，不要再滚回去嘛。好，这样。好，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讲，但是牧师忽然忘了怎么说了，就是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14节又说，你们要做顺服的儿女，不可效法过去那蒙昧无知、放纵情欲的样子。16节说，你们要成为圣啊，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神圣的。
如果你们有继续跟着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你们要读到彼得前书第2章。第2章有说到，我们要彼得说，他对会众讲，你们要成为活石，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要成为圣洁的祭司。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彼得他在跟随耶稣之前，他只是个渔夫而已，是个率性冲动，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的人。怎么说的比唱的好听？因为他说耶稣我一定会认你，可是呢，当耶稣要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就不敢承认嘛。好，所以他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人。即使如此，耶稣他认识彼得啊，在彼得还搞不清状况的时候，耶稣就愿意把教会托付给他。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是磐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之上。”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宝血，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把彼得这个已经覆盖全身盖满青苔的这个顽石给洗干净，成为基督教会的磐石。彼得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亲自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在使徒行传第2章有说到，有记载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这些门徒大有能力啊。当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的时候，彼得他从一位胸无点墨、毫无学识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布道家。当圣灵降在彼得身上，彼得他在当天传讲救恩的信息的时候，相信而受洗的人有3000个人，有3000个人。耶稣他从来都不会看走眼的。在耶稣复活的盼望里面，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有无限的可能，我们都有无限的可能。如今我们是一群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被救赎的人，但坦白说，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打滚的过程当中，一定仍然会沾染许多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的信仰始终停滞在那里，我们就会开始布满世界世俗价值观的青苔，成为一个会让人跌倒的一位基督徒。如果要让青苔不再一直覆盖在我们身上，需要坚定的决心跟毅力啊。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小孩是怎么样？我们看可晴、看盛燕、看凯阳，小孩是怎么样的？他们只要躺在父母的怀里哦，他们就感到无比的安全跟满足。他们不会在乎他们穿的是什么。或许现在盛燕啊，可晴比较大一点，可能会挑。可能会挑自己喜欢的服装，但是更小可能可能是凯阳现在这样子，或者再更小一点，他不会挑的。你给他穿粗布，穿从那个2手衣里面捡起来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在乎。甚至不给他穿衣服，他也无所谓。特别夏天他更开心，哇，完全没有拘束，对不对？他们不在乎穿什么。他们也不在乎坐怎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不会想说，车子一定要买豪华车阳春车什么的。你即便是挑个扁担啊，在你们阿公的那个年代，我曾经听一个老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的小时候，她的妈妈怎么带她去教会，就挑的扁担。扁担有看过吗？没有看过现成的，至少看过什么电视、电影、卡通里面应该有看过。那个扁担。小孩子就坐在哪？小孩子就坐在那个扁担里面。他说1前1后，他爸爸就挑着他们，忘了是姐妹还是兄弟，反正挑着他们就这样子就去教会这样子。他们不会在乎他们坐怎样的交通工具，挤公车还是挤火车无所谓，甚至他们还蛮喜欢父母身上的汗臭味，对不对？那个就是爸爸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超喜欢的。虽然我们可能不太喜欢，但是孩子就是非常的喜欢。只要跟父母在一起，怎么样，环境怎么样都可以。还没有经过社会化，还没有任何包袱的孩子，他不想打招呼就不想跟你打招呼，就别过脸。他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他不爱给你抱，他就不给你抱。
他们相当的坦白诚实，没有任何的矫情，也没有任何的掩饰，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没有任何的青苔，是一颗晶莹透亮的活石啊！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就是一颗晶莹透亮的活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应该是这样的生命状态。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生活实在是太过于沉重了。我们有还不完的贷款、车贷、房贷、信贷、卡债，好，永远烦恼不完的事，永远无法原谅的人，永远有说不完的委屈。我们身上的青苔太过厚重，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怎么样呢？耶稣给我们的担子不应该是轻省的吗？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个身上的担子很重？因为我们的青苔太多了。你想想看，如果牧师身上布满了青苔，好，一个担子我担在肩上会怎么样？会滑下去嘛？滑下去，然后我要捡起来嘛，再背，然后又滑下去，再背，要滑下去再背。我本来想要找子爱来演这个行动剧，但是他今天音控，我这样子滑，这样很累，对不对？好，你们看了也很累，你们光是看我这样就很累了。可是你们就是这样子，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生命状态啊。其实担子不重的，只是我们的青苔太重了。我们的青苔太重了，我们没有弄清楚生命中的轻重缓急，没有弄清楚我们生命的状态到底最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因此，我们总觉得担子很重，然后就觉得耶稣你根本就跟我公北差的，耶稣你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哦，你说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的。好像不那么一回事啊！担子这么重，你最好是最好是轻的。反倒是耶稣变成耶稣是说谎话的人。不论是在彼得那个年代，还是在现代，身为一名基督徒，实在都不简单呐。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约束自己，调整自己，要保守自己的心，就需要常常把我们身上的那些青苔，那些习以为常。自以为是正常，但是却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习惯、那些状态，通通要给它刮掉啊，像刮青苔那样刮掉。牧师曾经说，我们建成，我们有爱，我们建成真的很感恩，我们有超过80%的人都在服侍，我们有超过80%以上的人都投入教会的服侍。如今牧师要再提出一项挑战。我们服侍到底是用新生命在服侍，还是用旧生命在服侍？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一颗光亮、晶莹剔透的活石，还是布满青苔、常常让人跌倒的顽石？或许有人说：“哇，这个人服侍好认真哦，但是他常常让人跌倒。”我们会是这样子的存在吗？我们会是那一个任由青苔覆盖、让人跌倒的存在吗？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天都是新的。新生命其实在起初都不是那么的漂亮，甚至有点丑。有看过新生婴儿刚从妈妈肚子出来的，举手一下，应该就是妈妈自己有当妈妈爸爸的这样。新生儿刚出来啊，从妈妈的肚子里刚出来的时候，好不好看？漂不漂亮？不漂亮，一点都不漂亮，皱巴巴的，还覆盖了那种羊水啊，一些什么膜啊，那个其实不漂亮，一点都不漂亮，一塌糊涂。然后一颗新鲜的鸡蛋，很新鲜的鸡蛋哦，新鲜的鸡蛋鸡刚生出来鸡蛋，你如果拿去水煮，然后水煮蛋，对不对？我跟你讲，那个蛋壳剥起来也是很吓人啊。那个蛋白粘着蛋壳，你根本剥到最后，你真的是欲哭无泪。剥到最后，真的只剩下蛋黄了，因为蛋白，因为你很难去分离，跟蛋壳很难分离嘛。那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其实也是这样啊。每次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生命里最丑陋的那一面。每次当圣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生命丑陋的那一面。
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当然，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有意识到我们的丑陋，我们的坑坑巴巴的部分，我们要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耶稣他也从来不轻看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了，彼得都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颗磐石上。”然后之后彼得还3次不认主嘛，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轻看我们，只要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愿意相信他，跟随他，专心的注视着他，然后约束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就会不断的被打磨、打亮成一颗光亮的活石。就像一颗新鲜的鸡蛋，刚刚讲的鸡蛋刚生出来，我们要静置3天以后，大概2、3天，你再去水煮蛋。那个蛋壳啊，很快就剥落了，而且跟蛋白那个蛋白非常的亮，那个表面非常的漂亮。牧师很喜欢吃那个水煮蛋，好，每次就是剥的时候呢，不小心可能前面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处理，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去考虑那么多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剥蛋壳的时候剥的那个蛋白坑坑巴巴的，我也感恩。感恩什么呢？我以前的生命是这样坑坑巴巴的，上帝也这么爱我，就像我现在也爱这颗鸡蛋。好，它可以给我生命蛋白质，好有好的营养素，对不对？好，那如果呢很幸运剥起来的蛋壳是非常漂亮的、透亮的那个蛋白，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的生命就像这颗蛋一样，好从死里复活，被耶稣基督弄得这样子的，就是很亮啊，那个蛋白看着都很感动啊！以后你们吃水煮蛋的时候，多一点感恩的心，去感受一下那颗蛋。好，那一颗蛋，上帝带给我们，用那样的记号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好，那所以呢，新生命也需要时间去调整、去静置啊。就像一颗新鲜刚生出来的鸡蛋，我们要时间去静置它，在室温摆个2、3天。我们新生命也需要时间去调整。当圣灵光照我们，从我们要刮去身上的青苔、打磨、抛光，整个的过程，我们需要时间在基督里安静、祷告、读经、等候、敬拜。今天我们尾梢小赖要来受洗，牧师就用当初我自己的例子，好来送给小赖，也送给大家。牧师，你们大家都应该有听过，牧师曾经分享，我在刚信主的时候，3天2头就带着孩子往教会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牧师公，我爸爸就骂我嘛，哈，你们也听过，骂我说有那么多时间跑教会，那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去工作赚钱，好，不要让家里过得这么辛苦这样子。那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我自己过敏的体质，然后我的孩子子瑜子群他们也都过敏。然后他们小时候过敏的孩子就是很容易感冒，然后那个感冒就拖很久都不会好这样。好，然后呢也被婆家的人呢数落说自己带孩子带成这个样子很糟糕哎，好不知道这个妈怎么当的这样。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其实连我自己我也不看好我自己，我也怀疑自己。在那个当时，我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硬撑起来的那一点点的自尊心而已。一戳就破。当我对自己的存在的价值都充满疑惑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一个能让我重新得力的存在。像今天的赞美的诗歌一开始说，叫我抬起头的神。我需要一个可以愿意打从心底接纳我、认定我、肯定我的眼光。我需要一个支持我在往前走的力量。就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上帝。正确来讲，是上帝引领我看见了他，发现了他，然后可以让我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有厚重，当时我有非常厚重的青苔在我的身上，盖的已经认不出我到底是谁了。在当时，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常让人跌倒的人。不是我自己谦卑这样讲，确实是有很多人给我的反应，给我的回馈，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我就是一个常常让人跌倒的人。在那个当时，我心里想，我算哪根葱？我算什么？
耶稣他竟然愿意上十字架流宝血，把我从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境况里面救出来。我算什么？我算什么可以配得这样子的恩典？为什么我这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生命，但是耶稣他却愿意为了我而牺牲他的生命，付出他的生命？因此在那个当下，我就说我愿意，我心里说我愿意要用我的一切来回应这份救赎，我愿意用我的愿意来回应他的愿意。我愿意什么呢？我就好像是一个用尽所有办法也要耍赖在父母身边的那个孩子，怎么样我都不想要被拽走，不想跟我的天父分离的那个孩子。我每天大量阅读圣经，当然很多读不懂，读不懂怎么办？祷告，祷告了还是读不懂怎么办？我就参与同时间我就参与各样的聚会，特别是查经祷告会。因为我要讨父神的喜悦，我就要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总不能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去猜想，万一我猜想的是他不喜欢的，那我不是自作自受吗？我要讨他的喜悦，我就必须要先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只要有圣灵提醒我需要修剪的地方，我就拼了命去调整，我拼了命去改。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再去在意那些别人有而我却没有的东西。我不会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他爱我到牺牲自己。当然，我也不会再自惭形秽我过去那些荒唐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只在意上帝他如今怎么看我，我只在意上帝喜欢什么。虽然我的日子在当时受洗过后，我的日子在一般世人的眼中并没有过得比较好，这个牧师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覆盖在我身上那些青苔已经一点一点渐渐的被刮掉了。一开始我有说过嘛，其实那个担子是不重的，只是我们的青苔太厚了，就一直滑掉，一直滑掉，一直剪，一直滑掉，一直剪，一直滑掉，一直剪，累吧？大家回去做这个动作100次。你就绝对不会忘记今天的讲道，大家回去体验一下你的包袱有多重。我本来在身上背的那个包袱，因着那个青苔的关系，我一步都迈不开，因为我就在原地，我就一直不断在捡那个一个滑下去的担子。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当那个青苔慢慢被刮去的时候，我却可以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那担子不会再滑掉了，背得好好的我就走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世上寄居的人，我们都只是个过客，是一个随时要打包离开的人。一个随时要打包离开的人，能带多少行李呢？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曾经出外旅行过，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你们打包行李的时候，行李箱里面装的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嘛，而且需要的东西嘛。好，那剩下的东西呢？其实剩下的都是多余的，剩下都是多余的。我们这一些每天都要灵修，都要跟上帝面对面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要仔细聆听圣灵的感动的基督徒，我们这些随时要准备回应呼召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上导致我们行李超重，导致我们始终一直在那个拿来拿去的那样子的青苔，是不是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因为当整个队伍在往前行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懂吗？这牧师这个动作，你们应该今天都还会梦到。好，我们都还在原地捡行李，捡我们的担子，我们走不出去，我们没办法往前走。今天韦韶弟兄要接受洗礼，来回应主耶稣的爱。
愿覆盖在伟韶生命当中过去的那些青苔，都能够完全的被耶稣挪去，成为一颗晶莹透亮的活石。我们现在就请伟韶到台前来。我们请伟韶到台前来誓约。好，先站在正前方就好了。在彼得前书2章38到39节，彼得对会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所有上帝所招来的人。”当伟韶，当我们都曾经受洗过。当我们宣认我们的信仰，又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的时候，这个圣礼点今天就在伟韶的身上，要成为他重新得救赎的一个记号，让他身上生命当中的青苔完全被刮去、洗净的一个记号，并且借由圣灵，你要与耶稣基督连结，他在你里面，你也在他里面。这个时候，牧师要来问你3个问题，好，让你在上帝及众人面前宣认你的信仰。首先，你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吗？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在他的道路。你有立定心志要这样做吗？好，这个时候请伟韶跪在这个垫子上。赖伟韶，我现在要用水给你施行洗礼，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名，阿们。这时我来宣告，赖伟韶已经宣认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倚靠教会的头，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建成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餐会员，有份于主的圣餐以及新约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为伟韶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子伟韶进入你的教会。愿主你来祝福他，求你用圣灵降落在他的身上，来坚固他。当他碰到试探的时候，主你保护他。愿主你的力量来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很安稳自在在你的爱里，让他一生一世都能够敬拜你、服侍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伟韶起立。好，我们请我们的小会员，就是我们建成教会的长老来接纳伟韶这个新生命。我们是手还有一点水，好，刚刚洗礼的水。这不是手汗，是水。恭喜！我们一节牧师特别从泰山飙车回来，好，要来观礼参与这个盛会。教会呢有准备成人洗礼证书，姓名赖伟韶，出生主后1990年7月8号，领洗主后2024年5月19号。本教会奉父子圣神的名给赖伟韶行洗礼，并接纳为本教会陪餐会员。此证
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这边有一张证书上有一张伟韶他冲浪，跟冲浪板一起合照的照片，非常的帅气。大家会后呢可以来看一下。好，虽然本人就在这里，但那照片也很帅。好，教会有准备一本非常年轻 Fishing 的圣经，好，送给伟韶。那海华一起上来一起合照。好，立安后面吗？布幕。好，我们请慈爱把布幕往上升一下。有没有要送礼的？如果有要送礼的，可以趁现在。社青会长钟立安代表社青团契。情色团契会长佑书代表情色团契。当初伟韶还没结婚的时候，在我们社青团契，渐渐认识了耶稣。后来结婚生了孩子，就升级到情色团契。对呀。玉香，好，恭喜恭喜伟韶。老师要合照吗？好，恭喜伟韶。好，请回座。接着，我们要与主同坐席，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当初主耶稣被人卖的时候，在那一晚上，主耶稣他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以后要常常这样子来纪念我。”主耶稣也说：“这是用我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以后你们要常常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子耶稣基督，他流宝血
赎尽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与你的圣洁相连，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活泼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那晶莹透亮的活石，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不再成为那个常常会让人跌倒的顽石。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那么珍贵的礼物。主，我们领受圣餐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成为活石，建造属灵的殿。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我们请服侍的同工丽娟长老。待会圣餐进行的方式，跟过去华语礼拜堂、华语礼拜一样。每一位可以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你们就依序从这一侧进前来，拨取你们要领受的圣餐，然后呢，拨取一块，就在旁边沾葡萄汁，就可以直接领受，然后就回座位。那待会我们会请我们敬拜团的同工为大家有酒精为大家消毒，所以你们会在这个位置，好，会用酒精消毒你们的双手，然后你们就慢慢的进前来领受圣餐。我们现在先请敬拜团的同工，请我们楼上音控的同工先来领受。等一下。好，佩玉，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婉柔，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潘杰，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佳慧，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火焰，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子瑜，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慈爱，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好，我们请会众陆续，我们先从左手边，牧师左手边这一边的会众先上前，可以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好，利安，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会不会太小块了一点？子群，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宇翔，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大军，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施恩，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定信，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佑书，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耶稣的恩典很多，大家可以拨大块一点，不用客气。伊利，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又好，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好，我们再请牧师右手边可以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前来领受圣餐。尾勺，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凯华，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
心乳，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一分，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佩青。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真理。小磊，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秀瑶，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真春，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我属你，这是耶稣的辛苦努力所重要为快，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正美，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基牧师，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幼梅姐，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金慧，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同志，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一节牧师，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来，丽娟，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这是耶稣的宝血，为你而流。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就知道主你为我们的牺牲，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都不是空空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你里面得到更新，重新得到价值。那个价值不是世人给我们的眼光，那个价值是你赐给我们每个新生命该有原本就应该要有的那样子的样貌。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这个圣餐成为你救恩的记号，让我们切实的知道你喜悦我们，你爱护我们，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安慰我们，在我们走不动的时候，你会让我们好好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牵着我们往前走。主，感谢你，感谢你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回应我们圣洁的上帝。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
就是我唯一的真理。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何等的圣洁，是所有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的，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专心的跟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来唱《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准备嘿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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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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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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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2堂礼拜就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等一下上交流。我刚刚太早讲了。好，现在2堂礼拜结束，大家可以下楼。